大家好，我係 PS 皮亞斯，歡迎大家收睇3月11號嘅美股3分鐘。中意呢個內容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。尋晚市場慘遭血洗，三大指數全部下跌超過2%，納指更加跌咗4%。主要原因係衰退恐慌。板塊方面，只有公用事業同能源板塊錄得升幅，公用事業升超過1%，能源板塊接近1%。而科技板塊重挫4.34%，非必需品同通訊服務亦都跌超過3%。導致市場恐慌性拋售嘅原因，主要嚟自特朗普。喺星期日，佢接受咗福克斯嘅新聞訪問，內容令市場震驚。當被問及美國經濟會唔會陷入衰退時，佢避而不談，只表示會有短期干擾，但我哋能夠應對。市場解讀為咗無否認衰退風險，加劇咗投資者憂慮。數據方面，亞特蘭大聯儲預測第一季度 GDP 會轉負 ，PCE 消費回落，美國製造業新訂單再度跌入萎縮。但係比起數據，市場更加擔心嘅係特朗普態度。過去嘅塑造成非常關注經濟同美股嘅總統，但係最近佢明確表示要建立強大經濟，不能只係股市。加上佢嘅幕僚表示願意承受短期經濟陣痛，令到市場嘅信心崩潰。白宮隨即派官員安撫市場，例如經濟顧問 Kevin Hassett 強調未來有好多樂觀因素，例如減稅落地、監管放鬆、製造業回流。商務部長 Howard Lutnick 更加直言，衰退絕不可能。不過市場唔 buy，華爾街投行亦都下調經濟預測。高盛將2025年 GDP 增速預期由2.2%降到1.7%，並將未來12個月衰退概率由15%提高到20%。雖然市場極度恐慌，但從數據角度，衰退嘅跡象並唔明顯。例如上個禮拜美國新增15萬個就業崗位，薪資增速4%，服務業 PMI 依然處於擴張區間，失業金申領人數亦都維持穩定，大約22萬，遠低於40萬嘅衰退水平。從歷史上嘅每次衰退前，新申領失業救濟金數據一定會穩步上升，但目前冇出現呢一種趨勢。市場另一大憂慮係美聯儲可能減唔到息。不過最新數據顯示，美國消費者對未來3年同5年嘅通脹預期維持喺3%。聯儲局主席鮑威爾亦都淡化消費者信心指數下降嘅影響，強調通脹仍然穩步回落。而今日紐約聯儲數據亦都顯示關稅對通脹預期冇明顯嘅影響。咁中美關係方面啦，《華爾街日報》就爆料，中美雙方就有可能喺6月舉行峰會嘅。即係特朗普同習近平可能會見面啦。雖然峰會仍處於討論階段，但呢個消息已經顯示雙方有緩和貿易緊張關係嘅意向。過去幾個月，美國不斷對中國加關稅，而中國亦都開始釋出善意，希望降低壓力。如果峰會真係成事，將有助降低全球市場嘅風險。今日Tesla 慘遭血洗，股價暴跌15%，從高位計Tesla 已經跌超過50%。今次大跌嘅導火線嚟自中國數據。Tesla 2月喺中國市場交付量大跌49%，只剩30,688部。同時 Tesla 歐洲市場亦表現慘淡，德國2月銷量大跌76%。係 Tesla 業績欠佳，部分原因嚟自馬斯克嘅政治影響。佢支持德國右翼政黨，引發當地反感，甚至有示威者破壞 Tesla 門市。中國市場方面，比亞迪、小米等電動車品牌崛起， Tesla 市場份額大跌，目前排名已經跌至到第11。但係值得留意， Tesla 投資邏輯仍然未改變。Tesla 股價上次財報之後無視業績下滑啦，反而因為馬斯克宣布6月會有 Robotaxi 係 Austin 開始自動駕駛而暴漲㗎。因此今年對 Tesla 嚟講至關重要。如果自動駕駛落地後表現理想，投資價值仍然存在。但係如果市場反應冷淡，乘客需求不足， Tesla 嘅估值可能需要重新評估。總結嚟講雖然市場今日恐慌性下跌，但實際數據未見衰退嘅。美聯儲仍然有減息可能，而中美貿易戰亦有緩和跡象。Tesla 雖然面對短期嘅壓力，但長遠仍然有競爭力。多謝你同我一齊 update 完最新嘅投資熱點，記得訂閱同睇埋個鐘仔，聽日見面。